因應近期多宗鐵路事故，港鐵要撥款回贈乘客，決定喺7月13號星期日搭車半價，涵蓋過境車程。有議員認為將軍澳線事故係喺平日發生，應該揀上班日俾折扣。上個月22號，港鐵將軍澳線喺放工繁忙時間服務受阻超過5個鐘，連同早前嘅事故，按機制需要撥款1920萬，安排1日嘅半價乘車優惠，定喺下個月13號星期日，以八達通搭港鐵、輕鐵同埋行走新界西北路線嘅港鐵巴士，用二維碼搭重鐵都有半價，涵蓋過境車程，亦都可以同轉乘優惠等等同時使用。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唔應該揀星期日。其實佢係睺咩呢？就係睺好多額外嘅人，明明嗰日冇諗住出街玩，貪得意，咁佢咪有額外嘅收入咯。即係佢唔係賠足嘅1900噶嘛。由星期一到星期日，佢個日日都回饋啲，日日都同樣有個折頭，就用晒個1900萬。至於上個月18號至今個月15號，曾經喺將軍澳線各站出入閘，可以額外得到1程免費本地車程，但係需要經港鐵手機應用程式登記。田北辰引述消息話，呢項措施係港鐵喺服務表現回贈機制之外撥款大約600萬。呢日兜翻轉頭幾個鐘頭先過海個。不過，一旦乘客只係經將軍澳線過海，起點、終點都唔係北角至寶林、康城，就冇呢項補償。有區議員就認為安排太複雜。咁啊，其實係咪有一啲更加直接、快捷嘅一啲方法？咁其實係咪可以考慮翻善用翻一啲讀卡機去嘟一嘟，然後就可以 check 翻一個佢哋嘅行車嘅狀況？佢哋可能住喺其他區嘅，咁啊佢哋都係受到當日嘅故障而影響咗佢哋出入，或者翻屋企咁樣嘅，就唔單止去我哋嘅對象淨係將軍澳居民。而且係全香港唔同地方嘅市民咯。港鐵表示，一連2個星期五至星期日晏晝會喺將軍澳線多個站等設資訊站協助乘客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同埋連結八達通。